衛理堂幼稚園幼兒園嘅正向吉祥公仔草力仔啊！快啲完成任務，領取8大性格強項啦！好啊！兩隻手掌拼埋就可以畫出蝴蝶啦！等我加啲顏色俾佢先。我哋都好鍾意喺音樂室同朋友玩音樂遊戲。我最鍾意喺圖書館度睇書㗎喇。喺圖書館要細細聲講嘢啊！睇完嘅書要放返去啊！好大條鯊魚啊！好攰啊！但係我哋唔會放棄㗎，加油！爹哋媽咪會同我喺為我點唱站度做小 DJ， 播歌俾我哋聽。黎媽媽收歌人交到我。我哋仲煮咗新型嘅 pancake 俾幼兒班嘅弟弟妹妹食，因為天父話要相親相愛。我哋係大哥哥嚟㗎啦，除咗講早晨打招呼，仲識得照顧其他小朋友。感謝天父賜俾我哋可以每日返學同老師小朋友一齊玩。我哋要錫我哋嘅爹哋媽咪，同埋有好味健康嘅嘢食。我哋有2個小朋友啦，都係衛理堂讀緊嘅。咁大嗰個咧就係5歲幾讀緊K3，咁細嗰個咧就2歲幾讀緊 N 班嘅。哥哥咧由 N 班開始讀上嚟嘅，咁所以佢嘅正向品格咧培養得特別明顯。例如感恩啦，咁佢係真係會從心咁去感謝別人嘅。譬如我哋同佢搭的士，佢咧都會主動講話謝謝司機，如果唔係你咧就送唔到你翻屋企啦咁樣。另外仲有社交智慧啦。有一次K1 下學期，咁咧去接佢放學嗰陣時咧，個老師同我講，佢話今日啦，你個小朋友同我講咧，老師企得攰唔攰啊？使唔使擔張凳仔俾你啊？咁樣。咁跟住之後咧，老師見親我哋咧就話你個小暖男，你個小暖男咁樣講。睇到佢咧有同理心啦，同埋好願意幫助別人啊咁樣。作為父母咧，咁都好開心。弟弟雖然細啦，但係喺過去 N 班1年嘅裏邊咧，佢勇敢嘅品格咧，好明顯成長咗唔少嘅。有一次佢病咗要食藥，但係咧佢就喊晒喎。咁我哋就同佢講啦，你要學習下學校嘅草力仔嘅品格，勇敢。咁於是乎咧，佢就忍住喊，擘大個口咧，跟住就可以好乖咁樣食藥啦。咁我哋夫婦咧都好認同㗎。咁衛理堂嗰個正向教育由細開始，慢慢再培養出咧佢哋各種嘅正向品格啦。咁所以咧我哋都好開心嘅，因為咧喺幼稚園呢個階段啦，佢哋能夠培養到咁良好嘅性格，我哋都好感恩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新。咁我有2個小朋友喺衛理堂嗰度畢業，大女今年已經5年班，細仔今年1年班。咁喺衛理堂嘅時候，我擔任咗4年嘅家教會主席。我覺得衛理堂嘅8大正向品格對小朋友升小一嘅幫助都好大。小學嘅環境同幼稚園完全唔同，
要一下子適應新學校、新老師、新同學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。但係幼稚園培養嘅勇敢、好奇心同埋社交智慧，就好似幫佢哋充電一樣。佢哋唔會太害怕新嘅環境，亦都更加容易去主動咁樣同新同學交朋友。以前見到一啲高啲啊、難啲嘅遊樂設施咧，都未必敢玩。但係自從學咗堅毅之後，佢就更加願意接受挑戰。升小一之後，遇到功課或者測驗難咗，佢都唔會即刻放棄，仲肯試多幾次。正係因為咁樣，當細仔適齡需要揀幼稚園嘅時候，我哋都完全冇 hesitation 就直接揀咗惠利堂啦。因為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好似家姐咁樣喺一個正向嘅環境底下去成長，亦都希望佢嚟緊大個嘅時候會記得喺幼稚園學過嘅嘢，喺一個健健康康咁樣嘅環境底下慢慢去長大。北角惠利堂幼稚園幼兒園積極推行正向教育課程，透過多元化嘅遊戲、親子活動同埋個人體驗，幫助小朋友從小發展不同嘅性格強項，建立正面同埋健康嘅人格。我哋都特別設計咗代表8種性格強項嘅草力仔造型，讓小朋友喺愉快有趣嘅氛圍裏面提升學習嘅興趣，而且喺日常生活中逐步培養自信、堅毅、勇敢、愛神愛人嘅品格，健康快樂咁成長，幫助幼兒從小發展不同嘅性格強項，建立正面而健康嘅人格。學校亦都十分重視家校合作，鼓勵家長同埋學校攜手配合，透過校方設計嘅親子活動，共同塑造小朋友良好嘅品格。我哋喺今個學年推行咗玩出好性格嘅計劃，每個月以一個性格強項為主題，結合咗體驗式嘅學習，俾小朋友喺真實嘅情況底下學習同埋實踐，從中學習分享、關愛同埋施比受更為有福嘅精神。你哋而家已經擁有8大品格強項啦！